旧历7月民间拢会普渡好兄弟仔。环保署就统计讲，7月这个月烧的金纸大约是占一档的3成。所以环保署今仔甲放假的龙山市做伙来推广环保拜拜、线顶普渡，望讲会当来定时食物，嘛减碳减少空气污染。讲到顶悬抗适量的果子做制品，或者是用米来代替金纸，爱烧食物以外，用兼顾民俗，也个用做环保。农历7月特别到位，环保署为推广环保普渡的做法，甲龙山市合作推广用米代金、线顶普渡等的环保制式做法，希望民众甲庙市斗阵配合。所谓的纸钱集中烧，或者是说，甚至我们的这一些的一个祭祀的贡品。都能够卖光摆着一大堆，结果最后变成了厨余习食。环保署统计，每年差不多收3成以上金纸来普渡祭祀，将近3年纸钱的业绩集中量有6.4万吨。所以甲放假龙山市合作，龙山市强调，大家斗阵来响应，这样让空污减甲上低，环境更较好。有人说一炷香可以通到天庭，那都是假的啦，没有人这样，你的心到了，你的意也就到了所以心诚则灵这句话是绝对不是虚假的。环保署强调，108年到即马已经协助7个县市设12个专用金炉，增加纸钱集中处理的量能，每年用达到8000吨以上，希望民众甲庙市用斗阵做环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